代替今仔透早，伫苗栗座桥山线做工程，一台怪手兵伫铁基路伫苏德南到苗栗西正线停驶。行政院通过毒品条例甲道交条例修正草案，当发驾毒赛车、致人死、吊牌、禁止考驾照、坐公车的连带处罚。行政院通过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算偏2200亿，买无共功能的无人机甲无人艇。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鑫。代替今仔透早伫苗栗座桥山线做工程，所有一台怪手并伫咧铁基路伫苏德南到苗栗西正线来停驶，是到甲下晡2点40分才抢修好势。一台青色怪手90度摊起倒伫铁基路，枪刀挂伫边仔，为空中看落来，事故地点下骹搁挖进南港溪，看起来真危险。代替公司干部单位18透早4点外，伫苗栗县座桥乡山线进行引护工程，修剪树尾时阵无设置雪冰车，造成德南到苗栗西正线停开。怪头就翻掉啊，它是单台的、单人的，它就尽量搭吊出来哈，去吊。吊了差不多11点到12点还在吊。这件车要11分开车，各位客多多见谅。第二早起6点成立以及应变小组，由电力甲机务单位全力抢修，暂时以单线双向方式通行。地处路南上北列车延误，这车的上班族甲学生囡仔往那不完。然后有学生，很多学生在那边等，然后我们在等，他说为什么没有车？所以我平常是要搭7点24，对，然后那一班停开，然后就要等现在这班2124。然后2124呢，现在又延误。代理表示，使怪手的是外包厂商人员，好亲像操作无适当关架平，唔知冰车。铁基路虽然无受损，不过现场吊挂救援难度悬，一直到下晡2点40分才全线抢通。因为我们要吊挂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双线都进攻才有办法作业了。电车线要先松开来，不然我没办法吊，再把它那个拉进来。5日这连假前一天出状况，代替统计事故的抢修，拢总造成德南到苗栗14列厝停开。受事故影响的旅客一年来拢会当去车站办理退票，而且免收手续费，营运的损失会向厂商求偿。记者采访报道。台电行李厂搁在白卖台集体收人乌西钱，检方昨约谈行李厂5个前现任主管甲职员和厂商是拢总9个人报案，其中前厂长、现任副厂长甲科长是拢防升压禁见。台电这边是回应讲会全力配合侦办，加强内部的管理。表情严肃，迄日厂生产的前厂长被传到北检讯问，伊以前的同事包含现任的社团副厂长甲真侪消费组成员，共款者约段名单，全部加入台电迄日厂押出的集体收钱备案。幸好生产的前厂长、现任的社团副厂长甲生组科长拢被升压禁见核准，另外2人30甲50万交保。今日地检署涉案厂商也陆续被带转去信后车回。北检查出，迄日厂7-8年前办理的4件采购案，3间特别厂商为无要被刁难，顺利履约结案，涉嫌提前疏通。涉案的5个迄日厂官员涉嫌就乌西钱将近1000万。其实检方去年才查出，生产的前厂长涉嫌收乌西钱。第704年采购案，各项特定业者得标，协助完成验收。迄时阵，为伊的徛家天棚，佮超出大笔现金。虽然专案定价起诉，不过北检调查无停落来，关键就伫当初得标的厂商顶悬。这些好厂商出来有一本行事历，用手写清楚记真侪项标案的送钱日期、地点甲对象，互检方怀疑伊毋但家己送乌西钱，也登记作为迄日厂官员，甲其他厂商的白手囊。即摆被约谈了后，500万交保。相关的资料都已经提供给检调单位，全力配合侦查。疑似涉案人员都已经暂时调离原来的职位，前厂长也已经遭到免职的处分。针对这个内部发生这个连战的案件，台电也会深切反省，持续精进采购的一个业务制度。台电设置厂2部机组陆续伫2021年甲2023年停止运转，进入对协阶段。不过对协前后拢有贪腐弊端。台电回应全力配合承办强化内控防备。记者综合报道。
咱中央银行今日是召开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决议公债利率无要调整，也这是连续高价无变。无变呢，也阁有放弃选择性信用管制，央行讲会密切注意，看状况来检讨来调整。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国内上升利率决策，央行维持不变，政策现率依然是年息2%，连9摆无起，担保放款用通利率加短期用通利率也拢无调整。按过第2摆，理监事会议内底有2个理事认为，因为通膨因素，即嘛是升利息好时机。其他理事大部分建议利率卖起。这一次呢，我们维持利率不变呢，是我们还是蛮 comfortable。当然，这个呢，我们还要在9月份、在12月份。再重新做一个 focus 的还有参考其他的机构对我们台湾通膨的一个预测。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有那个升息的那个了哈，还是要 data dependent。考虑人工智慧相关投资一直增加，央行上调台湾经济成长率为7.28%调悬到9.45%，对 CPI 年成率为1.80%上修到1.91%。不过，进前央行总裁殷cường良8点稀稀透露，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引起外界的忧，管制会进一步放零。针对外界讲法，央行正式回应，依然继续维持选择性信用管制，无增加也无放零。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维持。我们的民众看涨房市的预期心理呢，还是仍然是人缓了哈。房市交易降温，房价涨势减缓，但是呢，我们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针对最近台股交易政策，民众扩大借贷做理财，互全体银行个人理财、周转金贷款也有明显证券机会，甲金融辅助业投资用资明显成长。央行发声，银行要特别注意信用扩张甲风险控管。中央银行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密切的注意那资讯的一个掌握，包括我们要跟联征要哪些的资料我们会希望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掌握这个信用扩张的一个问题。杨金龙认为，股市这是因为大家对 AI 题材甲科技业有兴趣，目前经济基本面真好，所以才会调悬 GDP。不过股市是不是过节，金管会会继续密切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是通过毒品条例甲道交条例修正草案，验到食毒赛车，也是讲你有食毒赛车，不过技术检验。拢会防吊销驾照，3档内袂使搁考，也车卖防收起。也食毒赛车害人重伤，也是讲甚至来到死亡哦。这4人是拢袂使考驾照，也坐公车的卖连带处罚吊销驾照，2档内拢袂使搁考。也食毒赛车是直接甲电子烟有关系，行政院就要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法，你只要有电子烟就会防法。车偏离车道冲撞路边的5台汽车，台北市南港的这车祸，阁是食毒赛车引起的。驾驶被验出的毒品有多只被法务部决议，升级做以及毒品的依托米兹，后加载无人死伤。小客车驾驶神情恍惚，经现场实施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确认为毒驾，另于车内起获依托米酯烟弹1颗，当场依现行犯逮捕。真济食毒赛车，行政局提修法18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无论有无肇事，只要毒驾的累犯，就终身不得再考照。同时，不论车辆使用的车辆属于何人所有，一经毒驾发现，一律没入车辆。如果你车子不慎被偷走了，如果你也是符合刚才我讲的，不是你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我想也是不予处罚。但是这都要看个案的具体事实来做认定。道交条例修法重点增加，食毒赛车或者是食毒赛车拒检，吊销驾照3年内免考领，且目前食毒赛车致人重伤死亡，终身免考照，共且成年乘客相当罚15000。若经过警察机关确认有食毒，就算无赛车行为，也被有风险吊照2年内免考领。这毒品条例修法考虑即卖入检规定，无法度完全符合实务需求，修法增加喙烂采检，将这个方式发
制化。不过，国内食道塞车乱象严重，甲电子化的南向有关系。中央成立的扫污反毒小组已经将列组以及部重点反毒工作。电子烟我们的规范呢是规范在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可能就会提交院会的烟害防治法当中会把这些漏洞呢把它给补起来。违宪法毒交条例、毒品条例修法了后，赛期混害防治法也要修法，用法对电子烟管制，相信下礼拜行政议会就会进行讨论。行政署下令18暗时启动全台大执法，主题食道塞车。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台湾人已经小三通对厦门入境到金门，是去互海关查到304只仙糖啊甲糖拖，伊无申报无检疫是违法造事。也这外动物是安怎通过电工检查？海巡署会阁检讨。行李箱内底一盒一盒拢是活豆丁，拢总有300只。一个洗出来台湾人15都是用这款方式，将活豆丁放伫咧随身行李内底，对金门透过小三通炸过中国厦门。因为无事前申报嘛无检疫证明，去互中国的海关退军。直到这批豆丁送登来金门嘛，随互海关扣起来。只是外界质疑，这批活豆丁竟然会当放伫行李箱内底，通过电工的检查顺利出境。海关到底是倒一大定数是个查？ 6月15日未能及时查获该名旅客违规携带活体蜥蜴出境情事，将纳入案例，逐次提升勤务人员教育训练经验。令有关本案未经申报携带活体动物出境，后续将由第9安巡队完成相关调查，并函送主管机关办理。 海巡表示，会好好检讨案件的定数。不日27下晡，金门小三通海关人员伫咧做入境检查的时阵，嘛佫伫一个台湾人的行李超着300多只活的仙糖啊甲糖拖。共款因规无申报无检疫证明，随后海关没收。加在这回海关有即时发现，海巡署强调，民众要找活的动物出入境，一定要事先申报，若无都是违法。除未经检疫程序私自携带或走私动植物活体入境，将违反相关法令外。 倘欲携带动植物活体出境，必须向主管机关完成申报程序，并主动告知检察人员，避免受罚。因为即阵啊，当着5日节，进前海关都捌查到有人会趁这一时啊，偷偷啊走私香菇，也是活体动物入来台湾。最近海巡署南部分署就针对屏东邦寮、邦山后壁湖地区的工寮空厝来加强稽查，避免有违法的物件偷偷啊入来台湾。记者柯家族柯超用综合报道。 台湾的移工即马是超过86万人，其中差不多55万人有投保劳工保险。也伫咧越南所有网站讲咧卖假的死亡证明，讲政府有当因资料真交转，用来骗劳保给付，也这着引发讨论。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强调讲会来验证文件是真也是假，加强查核异常的案件。 伫越南的网站顶悬是出现卖假大学毕业证书等文件违法的网站，上特别的是卖假死亡证明，达张上50万到100万的越南盾，好代表差不多是650到1000字。网站阁讲这假证明有政府等于哪，资料真齐全，真的假是真歹分，嘛引发讨论。 大家都知道 AI 的科技仿真的技术越来越高级，假钞的仿真都可能蒙骗到一些人，何况是这个假的证照？这假的证照要做仿真的处理，可能比假钞还要容易耶。因为目前台湾移工的人数是超过86万人，内面差不多有55万人有保劳工保险，有会当申请保险给付的权益。外界质疑讲感受越南的移工，加讲父母过身，用买来假文件申请劳保的给付。 互劳保变作外籍乌市的提款机，应该这样讲了。透过我们仲介在协助在办这些文件的，其实是不多啦。那一定会去了解他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照道理讲，有什么问题，他应该第一时间找我们才对啊。不找我们帮忙。 不找我们帮忙，就是怕我们知道他在造假嘛。伊这个越南的网站，讲是除了卖伪造的死亡证件以外，佮会当甲你倒摕到完整的文件。做资深中人的业者讲，这就亲像违法的健保加抓，会教别人安怎来诈领健保费。这种非法的一条龙的服务，确实是互人真烦恼。
保局在审查的时候设有一个主动勾稽异常态样的一个查核机制，家属那个年龄的差距是明显不合理的，出现重复请领、异常态样，那就会把它剔除啦。对这劳动部强调讲，会透过驻外管处和内关国驻台机构来验证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加强查核无正常的案件，确保合法的被保险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日过道是落大水雨接煞传出灾情，中正区有一搭工地，共有2个工人去互雷公卡着送病院治疗。也台北车头地下加工淹水，店头家是赶紧去封锁线来应变。也淹水的，阁有公馆上宽淹入去到田仔卡，家纸是拢锁出来。也中山北路马拢水雨落上过头粗，交通受到影响。台北市府表示讲，到下晡4点是拢总接到41件灾情的通报，其中37件是淹水案件，已经派人巡查处理。看到台南有一个司机以驶货车行快速道路，虽然讲车道在脚踏车是有把可洗，毋过脚踏车顶悬有挂喙罨，这个喙罨煞去互风吹甲落去，风发万里。这个货车司机是提起行政诉讼，毋过法院是判伊败诉。货车伫第86线驶，车后道顶头有一只脚踏车，看起来嘛有绑好势，不过后一秒，绑伫咧脚踏车的一块喙罨，煞互风吹落去，结果互后边车录影检举，车主罚款12000块。法院来评断，讲这个代志是不是真正这个口罩是货物还是用品？这个要给我一个厘清呐。我会继续上诉，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合理。在正常的法律上是，只要是车上掉下来的东西，都属于货车的责任。对啊，对啊，因为毕竟也是搭车上的东西啊。当事人强调，这是一块喙罨，不是一箱喙罨，嘛不是普遍认知的货物。伊实在是伫咧唔知影的状况才发生的，向罚钱，感觉真不服，认为采取有失公信，所以甲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毋过煞是败诉。那虽然掉落的物品是口罩，但是因为没有妥适装置，那所以在行进间会飞落，也有可能会阻碍其他驾驶人视线，而造成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法院认为，那个口罩是放在车辆后斗，那所以它也是属于货物的一环。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就强调，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只要车辆伫咧驶时阵，载的物件有漏气、飞去、落落去等等的状况，无论是大还是小，还是有价值无价值，拢会罚3000块到18000块。另外嘛强调，若是高速公路还是快速道路落落去，罚款上加拢是12000到18000。也若这个当事人嘛强调，会继续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看到新竹湖口甲新丰半暝啊，定有改装车咧驾车，规暗时轰叫。也警方伫咧今年3月抓到12个嫌犯了后，成立专案小组，佮抓到包括主嫌在内18个嫌犯，也专案是移送地检署侦办。3更半暝改装奥多拜伫大路驾车，因当讲佮发出轰轰叫的声。今年3月，新竹县湖口地区抓到12个驾车的嫌犯，而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查到改装车行姓王的负责人，伫网络顶招人来湖口封路驾车。警方顶礼拜2成功抓到包括姓王的主嫌在内18个嫌犯。那涉案的王姓犯嫌他是用赖的群组在网络上发起号召这个从事飙车行为。用开课表或上课的这个名义来发起这个飙车。那么飙车的地点包含本辖的湖口、新丰以及台1线、台31线、台15线等西滨路段。专小组伫车行除了查考坐台的改装奥多拜，佮有各种的改装零件，专以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主嫌因为犯罪行为重大收押。这些飙车族聚众封路、占据快慢车道的行为，把马路当赛道，不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它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我们都以刑案侦办的角度将他们通通绳之以法。警方指出，后个月就是学校歇热的期间，警方会透过专案小组严格办案，彻底把驾车行为清除，给民众一个安全的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总统赖清德强调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立法院进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是甲无人机相关的预算来提调。也即马行政院会搁再通过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一个草案来规划2026年到2031年来编特别预算2100亿，买无共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就是要来满足国军基本的作战需求。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就任了第一摆国际媒体聚会顶悬，总统赖清德是重申维护台海现状的立场。国发会中国应该放弃扩军和武力攻台。赖总统嘛指出讲，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无改变，相关军事案当在审议，而且强调台湾推动国防自主的决心。关键是台湾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方向不能转向，那脚步呢也不能够放缓。那我们会持续跟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刚一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通过2026台湾拿天法案，希望深化台美在无人机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合作。不过，真正立法院3读的国防特别条例，并无把4700亿无人载具的相关预算列入去。因为安尼，行政院在10月是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2026到2031年间编列2100亿的特别预算，当年去传1446架滨海舰型的无人机，208200架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和1320架小型自杀无人船等3类的装备。陆军、海军都编制了专业的无人机部队，它的基本作战需求去筹购，完全以国内产制，采取公开招标，而且是复式绝标。没有把无人机的系统放进去啊。那事实上还有一些跟产业合作，或者是委商生产的，有一些比较精准打击的，或者是跟美国合作。弹药生产都没有纳进去啊，这个是蛮遗憾的。学者分析，第一摆特别条例内面，并不包括红台独的新型无人反制系统，和台美共同研发还是相互伪造等项目。国防部讲会照财务能力这项基定，继续检讨追加预算，还是编辑刷到来年度公布预算。事实上可以列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而不是要特别条例。以年度预算来看的话，它当然也有举债的问题，特别预算当然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条约对国再提出特别条例看法无同，国民党的立委认为讲欠必要性，民进党的立委是表示讲欢迎在野提出家己的版本，做伙来理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也经济部公布上新的报告，因为 AI 半导体产业大发展，也佫有极端气候来影响，所以来天气会愈热愈久。未来10档用电的需求，即个年平均会对去年预估的成长1.7%提悬到2.5%。即个用电的需求是比日本甲韩国要佫较济，和电减有够用。总统赖清德表示讲，电力供应袂有问题。去年国内 GDP 有8.76%成长，不过传统产业用电减少风太济，用电负成长减少0.3%，未来10年也是成长的趋势。能源署公布2026至2035年用电年均成长率是2.5%，比去年预估的1.7%搁增加，比日本甲韩国拢较悬。AI data center 好，还有就是半导体未来这个需求看起来是很畅旺。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气温的因素，用电需求跟这个温度的关系其实蛮大的。天气热、天气热，拢带动用电成长。在去伫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专题演讲的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指出，全球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产业持续地发展，到2030年会增加用电量106吉瓦。差不多是台湾2.5倍的总用电量。AI data center 不光是有1.6兆元的这个那么庞大的产值，而且它也会用掉非常非常巨大的电力。能源署讲，已经把半导体产业资料中心加 AI 科技等新增加用电的需求纳入考量，会加估算成长2.5%，嘛准备开量，予业者通申请。
未来也大概有估了大概接近1.2G 的 IDC 的一个量，那甚至于我们目前还有一些余裕，还可以再准备2G 到3G。不过，学者是讲，以 AI 做了中心，需要稳定基载的电力需求来看，政府虽然有规划新建真侪燃气机组，不过却无考虑万一接收站起袂赴，地缘政治出现供气的问题变数，可能会带来供电的风险。还是应该以保守为宜啦，而且要尽快想办法让其他在国内现在这些可用的核电机组都让他们能够尽快重启。因应用电成长，能源署指出，燃气机组未来10年会新增加26吉瓦，若是独一的燃煤燃气机组，除了线路要拆除的，其他转为备用电力设施。若再生能源是规划太阳光电的装置应用，到2030年会加一倍到31.2吉瓦，希望扩大推广触电供电。离岸风电原来会成长2倍外。记者采访报道。台东县长廖庆玲录影片参加中国海峡论坛，这牵涉违反两岸条例，咱陆委会表示已经有请内政部去处理。也陆委会嘛查到有5组农业团体去到中国签约，会请农业部去调查。海峡论坛那个不是水果订单，那是政治订单，这个对这个民众有很大的风险。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大声讲，中心海峡论坛是统战的平台，会让台湾农民搁再陷入中国养兔杀的陷阱。对着台东县长姚庆玲以录好的影片去参与会议，牵涉到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甲中国党政军有合作的行为。邱水正表示，已经委请内政部进行调查，嘛讲已经掌握到有5组农业团体已经去中国签约。这次在海峡论坛又针对这个10项的一个对接签约的会议，我们有5组的这个团体跟个人去签约，这个我们也拜托我们农委会要基于职责，也要进行相关的查处。不过，国民党质疑邱水正2009年嘛捌去过海峡论坛，即马煞相定标准。邱水正回应，苏当时政府无限制人员参加，而且家己是以学者的身份伫会场观察，做了很多访谈，也有问了很多的大陆的学者甚至问了筹办的官员但是我都没有去入座。海峡论坛就是中共刻意设计对台的统战平台。若同款是参与海峡论坛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邀请中国影星张凌和到金门演出。邱水正指出，目前无收到相关的申请，不过鼓励两岸健康有秩序的交流。不过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批评民进党政府无咧要义民众想要甲中国往来的心声。我们一个民选的县长为自己的县民，为他们最重要的产业凤梨世家来发声都不行吗？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讲到去美国访问的行程，邓丽文是强调，本来就无期待会有特殊的待遇，不过成果是超过预期。嘛讲国民党将会研议提出强化各项的法案，有需要的话，期待当甲美国直接沟通，嘛会坚守财政纪律甲国会民主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中华师范大学发生性侵性骚扰的案件，检察院今日宣布单核3个适用公务员服务法的教授，以上听解法院。中华师范大学是中部地区性平教育重要的师资培育中心。不过，去年有4个辅导甲资商学系的教授洪亚出性侵性骚案，检察院经过几6个月的调查，10月宣布通过不担任行政职适用公务员服务法的3个教授的单核案。以上听解法院审理。张景然、黄中坚还有王志宏已经弹劾确定了叶老师他们居然犯案而且基于权势的关系，其实学生隐忍了10多年。检察院报告指出，不担任中师大副校长、副主系系主任的张景然以权势甲指导关系对2个毕业生性骚扰，经中华管府审议认定属实，裁罚3万块，并核定去年8月退休，同款不担任过系主任的黄宗建教授是对3个在校生有性侵性骚扰的行为，校方以教师法改聘。若不担任中华关教育处长甲中师大学务长的黄志
煌教授是牵涉9个学生的性骚案，今年4月30开始改聘一档。监委认为本案因为权势关系影响，互被害者掉伫真恶求助的困境，产生机构的陪伴效应，影响各界对咨商领域的信任。受害者坦白讲，身心意愿伫复原，感谢政府替心中正义。这条复原的路很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很感谢。除了设置性平咨商专案，处理或转介被害人接受心理咨商服务，同时针对校内教职员工生持续办理相关研习讲座以及系所巡回宣导，强化跨单位协作与监督。另外一个涉案姓王的教授，中师大校辩会今年1月已经决议停聘一档的处分。校方表示，会检讨现行性平事件处理的流程，强化跨单位监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监委是要求教育部甲卫福部后续加强管理师资培育、咨商职业监管等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好，卫福部发布上新的统计，114年通报家庭暴力是有19万外件，5档来增加27%。也亲密关系暴力是占家庭暴力通报案件大约5成。暴力道歉、原谅，再暴力，再道歉，不断的在这个中间循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常常让受害者看不清家己安全的界线。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到打要28年，卫福部公布上新的数据，家庭暴力通报的案件，对111年14万外件，到114年增加到19万外件，增加超过27%。通报案件当中，亲密关系暴力大约占5成。卫福部也希望社会大众对亲密关系暴力有更较侪认识，甲提高警戒。去年有24件重大的亲密关系暴力事件哦，那这其中有一半以上，54%过往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通报记录。第一名就是分手、离婚跟感情的因素哦，占了50%。兵团呼吁情感的教育爱自细汉就开始，互囡仔知影安怎正确的面对互人拒绝的失落感。因也提醒讲，一段关系的结束真有可能是危险的开始。有医师也分享讲，在亲密关系当中，若是对方有出现情绪热恋，想要控制一切，真高怨毒等等，有可能是恐怖情人的危险信号，要特别注意。上注意的物件，毋是咱好好的时阵，那相处的品质安怎？上重要的是讲吼，咱若是拄着意见无共款，还是讲无顺意的伊的时阵吼，伊的反应是安怎？若是你了解相处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会惊，你会烦恼。想讲啊，你讲伊敢会受气，敢会无欢喜的时阵，你都要注意这件代志咯。卫福部表示，透过官方的社证、医疗机构甲民间团体共同的合作，希望服务需要的民众了解，伊毋是孤一个人。除了申请保护令，政府也提供庇护所等等的资源。民众嘛通伫手机下载110时性报案的 APP， 拄着危险的时，毋免出声，就会当直接报案。记者郭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旧历5月初7是工艺祖师爷鲁班的圣诞，中华鹿港特办鲁班公演，邀请全台湾100外的工艺师，加上艺生来展出117道工艺品，敬献给鲁班。木雕、漆线、绣花，一道一道金卡幼路的工艺品，互人看甲目睭无转轮。旧历5月初7是卡城先师鲁班的圣诞，调用鹿港协会为办事开始，连续举办4天盛大的鲁班公演活动，邀请来自全台湾100外位的工艺师，展出117道的工艺看道，用工艺品敬献给鲁班，场面真热闹。我逐年拢会来参观啦，这做的人嘛足无简单的啦吼。做甲安尼足水足好看的。即马拢较重视的拢是画图用电脑，啥物拢用电脑就好啊。啊，毋过即马手机啦，渐渐地弱化，所以今日来看这展览啊，感觉非常有意义。鹿港地区工艺发展振兴，调用鹿港协会为1996年开始承办鲁班公演活动，除了有盛大的祭祀典礼，嘛用工艺看道方式演祖师。今年鲁班公演有108位工艺师参加，现场展出超过500件精彩的工艺作品，更邀请到104岁王清松大师展出伊的漆艺作品，也是今年鲁班公演年纪上大的工艺师。鹿港鲁班公演是敢若伫即个鹿港在地，啊是慢慢啊咱推广了吼，会吸引足侪全台湾的工艺师。咱上大是104岁的洪清松老师，啊上年纪上轻的是超30岁左右啦，所以这工艺是不分年纪啦。
主办单位表示，除了有工艺看到会当欣赏，今年老板公园阁有安排工艺师的示范活动、工艺小学堂、传统艺品市啊等等的活动，希望透过展出、体验加交流活动，让愈侪人认捌台湾工艺价值和工艺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杨淑晶综合报道。也老板公园这个作品的导向是按照年会辈分来排，今年的头道是百外岁的林间国宝王庆松老师。老师伊做漆艺创作80外档到当逐档拢抑阁会出新作品，带大家来认捌这位台湾工艺界的典范国宝大师王庆松。阮一寡柑仔色的菜伫画板顶头一笔一笔画出羽毛的线条。今年已经105回漆艺家王庆松老师是咱国内目前上资深，嘛是文化部认定的头一个漆工艺人间国宝。无写成国内话，安尼就袂适宜咧。一定是要写成做根本基础，再落画。王庆松老师讲，伊捌看过物件，伊袂晓画。80外岁时，为着要创作玉山，佮爬去海拔2600外公尺悬的塔塔加去写实去感受。漆艺创作需要真侪功夫甲时间。王庆松上出名的高诗画技法，画一烟漆爱等个外月，等伊打了后，佮再磨，佮再砍漆，佮再磨，工序是非常的复杂。这个山就代表的高诗画技法伫内底，譬如说上悬的位，打个比方，伊是画28，较低，无一定画15遍、10遍，安尼直来，慢慢地，慢慢甲调较悬起来，吼，伊就有一个立体的感觉。这是伫日本时代，王庆松漆工艺创作初中毕业就开始了。因为他台中工艺学校漆工科的时表现优秀，校长推荐去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漆器。伊是头一批去日本学习的台湾人。1954年，颜水龙就伊做伙伫南投德山草屯开课，培养工艺人才。两个人为台湾工艺产业的发展打基础。王庆松的百岁人生，其实嘛是咱台湾工艺100档的发展史。一生最大的一个欢喜。当年为台湾所种下这颗公益的种子，至今已花开满园。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对我们台湾公益重大的肯定。王庆松若培养真侪艺生，家族3代嘛拢投入漆工艺创作。老师对每一把作品认真的态度，对艺术的坚持，就算今年已经105岁了，嘛是个继续在创作。伊讲伊真感恩台湾这块土地，嘛鼓励后辈继续打拼做漆艺。咱世界来讲，最适合漆艺的发展的，就是咱台湾，只有台湾的尔。记者综合报道。也明仔载就是5日节，中华鹿港除了有办老板公园，伫咧龙山寺逐档哦，拢会办灵王节来拜灵王，祈求地方风调雨顺。也5日节，咱的食粽鹿港人啊，佮会食底一个传统来过5日节。热烈的鼓声准备要来迎灵王。中华鹿港逐年伫5日节拜灵船比赛进前，拢会举办灵王节仪式，由鹿港龙山寺的灵王、甲鹿港天后宫的水仙尊王出巡护持，祈求活动圆满顺遂。今年拄好是龙山寺灵王中寿60周年，庙方佮特别邀请北寮宫环宫的灵王共同参与活动，热烈滚滚。因为北寮参咱龙山寺，因为阮的开基祖师是同一位哦，所以阮有一个缘缘。阮这两庙的情谊，阮去甲邀请讲咱来一个双龙会，让这个地方的盛事更热闹这样子。鹿港龙山寺表示，迎灵王尊神的活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一开始5日节迎灵王是为着拄疫病，后来庙方参拜灵船比赛结合，扩大举办灵王节活动，有采集了解基础，嘛有隆重的祭工仪式。灵王带着跩龙舟伫路林甲了解，像较早共款祝福消除疫病祝福跩居民之外呢，行到天后宫的时会去请咱的水仙尊王祭工的活动，希望讲比赛顺遂人员嘛拢顺遂安尼。鹿港5日节除了有传承100年的灵王节，还有一项真特别的习俗，就是5日节拜祖先一定拢爱传前地。豆菜甲韭菜，你若是往伤苦伤重。
整体有分咸的甲甜的，咸的是米粉搅豆菜甲韭菜，甜的是加糖。若鹿港人食整体，上传是和女儿补天有关系。古早流传就是讲5月做水，煎这面煎刀咧补天。煎地吼，啊，嘛人讲煎刀，这以前古早人讲落来是因为这女娲补天的故事啦吼，所以呢，甲这煎地米粉啊煎到安尼糊起来，安尼补天的一个因果安尼，这是一个当时流传落来故事。鹿港5日节，毋但有热烈的白冷船，搁有食煎地等等在地特色习俗，丰富的文化活动，毋但有民众祈求平安顺遂的心愿，嘛代表鹿港的生活基地。好5日节，毋但是一个节日，搁较是地方文化展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语伫咧台湾各地头是有无共款的腔口，其中中华鹿港腔是真有代表性的海口腔。除了这个变调的方式，也佫有真济在地特殊的用词。咱即马就来听看卖，看观众朋友敢知影意思。我要去市口买肉粿，用腊肠仔粿。用一句话就当知影你是鹿港人。中华出名的食食肉丸，若来到鹿港就爱讲肉粿。一般人讲的加刀，鹿港人是讲加链。台湾台语腔口真多元，敢若是一句话、一项物件的讲法，都会当看出在地文化发展甲生活基地。这个肉粿，迄当阵做出来时阵，内底包一袋肉。外口是用这个米浆，吼，把这袋肉甲回甲包起来，吼，所以讲这个动作回，这个动作，伊就甲伊抓落去，就变成做肉粿。台湾台语腔口多元，其中中华鹿港腔是真有代表性的海口腔。除了有侪在地特有的台语词讲法，就连发音、声调嘛拢真有特色。一个是一个是吼，这两个音吼是通行腔无的吼。比如讲阿母卖猪肉。的音，比如讲阿嬷咧煮无吼，阿公穿婆鞋婆。台语老师解说，鹿港腔的声调变调，嘛有可能会甲别位无同。譬如讲，第2调变第9调，滚水，鹿港人会讲滚水；第5调变第3调，黄金会讲黄金。但是因为语言通行腔占优势，鹿港腔豆豆咧消失。即阵也袂少少年辈用 podcast 也是办活动咧推广鹿港腔，希望保留在地特有的腔口。大家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 哦，只要伊的声音吼，就是拢受到真侪人的欢迎，甲卡哇的吼，即个单元哦，学姐你敢有用？即个学姐甲听众朋友爱杀住一个。暗地啊吼，较厉害，裤地啊，裤地啊，落地啊，裤地啊，暗地啊，对无？阮鹿港人讲通规啊。语言的发展会当反映出一个所在历史、产业甲生活方式。鹿港腔保留侪在地特有的讲法甲声调，毋但是语言的特色，嘛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记号。在地人也用家己的方式来推广，希望保存遮尔有特色的鹿港腔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的停战协议正式生效。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已经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也外国媒体就报道讲沙特来会伫针对核计划甲制裁这核心议题展开谈判。在法国法拉塞宫晚宴的现场，美国总统川普提笔，在大家见证之下签署美伊停火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表示已经完成签署的文件。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这份谅解备忘录列出14点原则，首先是美国、伊朗甲双方盟友会马上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战线在内。美军会伫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伊朗负责清除水雷，规划荷姆斯海峡通航，60天内商船免费通行。另外，美国会偷偷解除制裁，佮改动受限制资产。经济方面，美方甲区域盟友会协助组装至少3000亿美金中型基金。在核问题顶悬，伊朗承诺未发展核武器，浓缩铀库存也接受国际监督处理。最后和平协议完成了后，会提高联合国安理会背书。I believe that it is a win-win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to ensure that Iran will never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At the same time, Iranians get some sanctions relief, which is good for their economy. It's also good for global economy because the double blockade of Strait of Hormuz by Iranians and Americans will be lifted.
不过，真正困难问题也未结束，包含制裁解除的时间、伊朗核计划未来规模，加最后核协议内容，拢会伫3日起60天内继续讲。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外岛地区25度至31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关注，并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